宣告，请咱闭慢心来做咱今日的敬拜，请奏乐。万国啊，恁着学乐耶和华；万百姓啊，恁着称呼伊，因为伊对咱大施慈爱。耶和华的诚实永远伫地，恁着学乐耶和华。请咱三甲来吟诗圣诗281首。上帝即时临在，大家同心敬拜，伫主面前虔诚服侍。上帝伫圣殿内。大家恬静礼拜，心肝全意敬虔跪拜，独一真白上帝，信靠你免看碍，学乐你到万代，请咱起立来吟全首。天
咱犹原徛地，用许多圣经来坚固咱的信仰。我信上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七日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比亚多人来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到这里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和合，永远的原命。阿门。请坐。请咱三角来交托启应文61篇，伫圣诗啊后面，伫个111页，显着时我来启，恁来印。恁这以前离开上帝远远的外邦人，现在靠基督耶稣通过伊的死，已经甲上帝亲近。基督促进咱的和平，又互犹太人甲外邦人成做一个。伊用家己的身躯拆毁，甲因隔开的墙，消除因中间的敌对。伊废除犹太律法的诫命甲规律，互两边通过伊，通创造一个新的人来促进和平。基督通过世界消灭彼此的敌对，互两边成做一体，通甲上帝和好。安尼，基督来是要传和平的福音，予所有的人，包括恁这以前离开上帝远的外邦人，甲亲近上帝犹太人。通过基督，咱两边的人拢会通对上一个上圣神来亲近爸。所以恁外邦人已经毋是外国人，毋是出外人。是甲上帝的子民平平做国民，做上帝的家族，建立伫先知甲使徒所下的地基顶，用基督耶稣本身做上要荣耀的基础。规个建筑物靠伊来连接结合，渐渐扩大，成做圣的殿，归属主。咱做伙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你将所有一切美好的创造白白赏赐予阮，嘛予阮成做上帝厝里的人。这是阮的福分，嘛是上帝你的应允。阮深信这一切拢是你所赏赐、所祝福的。主啊，阮需要搁较侪的警醒甲祈祷，来有备阮家己，予阮为你心清手洁来找求你。恳求主你保守阮的心思意念，予阮为你坚心来倚靠你，一心一意来跟对你。求主赐予今仔日无论是圣灵洗礼，也是艰辛礼，搁有小儿洗礼，所有的人，愿主你祝福因，予因有平安甲喜乐，嘛真欢喜，因嘛当成做上帝厝内的人。求主祝福阮每一个人，予阮甲主的圣情有份，一生学习主你的好款式，一生无偏离主你的道路。主，阮感谢你，当阮专心祈祷伫你面前，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是我来报告。本会消息第一点，本会主记上午第2场礼拜举行洗礼式，小会接纳名单如下：圣灵洗礼有17位，艰辛礼有19位，小儿洗礼有12位，共48位。名单请咱家己来过目吼。第2点，本主记中昼12点到14点，伫教会副堂也要举办新家人 party，请有报名的，咱爱准时来参加。第3点，中集要探访，因为拄着6月25连续的假日，所以咱暂停一摆。第4点，6月22拜四吼，是咱的国定假日，本会的办公室休假一日吼，敬请兄姐爱留意。
第5点，本会定伫下主日6月25要举行2023年第3摆的圣餐洗礼，当天。第2场、第3场、第4场礼拜，咱要联合亲从的圣餐要定伫7月初1来举办敬请全体陪餐会员咱有备心来强守圣餐同沐主恩。第6点有定稿2023年每日研经释义的兄姐请咱到办公室来签名，领取咱第3季的册本。第7点，2023年幸福小组国际演习会看袂记的更加关键圣火凉帅定伫8月28两日，定伫8月28拜一12点到19点8月29拜二9点到19点，8月30拜3。9点到17点要伫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海音馆来举办，费用2500块。6月30以前，咱有报名的爱交2000块。教会要补助，伊规定来办公室来提出咱的申请。敬请小组长陈刚伫6月25前踊跃来办公室来报名。具体消息真爱人关怀协会伫个6月22拜4，因为嘛是拄着端午节，所以咱乐龄活动要暂停一摆，敬请学员爱留意。第2点，学青牧区甲儿童牧区定伫6月22到6月23拜4、拜5合办小六送酒迎新露营，欢迎教会兄弟姊妹。假使咱厝里若有细汉囝，伊今年拄是小六要升国一的，咱会当做伙来报名参加，请伫本主日前办公室来报名。第3，相助会。家庭教会李万田兄弟，伊伫个6月11望主恩调安息主怀，愿主安慰遗族敬请兄姐为遗族来代祷，并且交咱的相助会费。交界消息，咱要请陈牧师。好，咱头一项是迄个高雄的敬圣团契，伫下晡3点，伫咱的敬拜中心有要举行潘迪奥牧师来就任伫敬圣团契主任的自家的牧师的感恩礼拜，欢迎咱兄姐会当前往观礼，真恭喜愿主祝福。潘迪奥牧师是咱前的青年牧师。第2，迄个福尔摩沙合唱团有伫6月24暗时7点半伫迄个魏武营的音乐厅有举办。福尔摩沙咏叹调的一个音乐会，咱教会有人送来15张的这个文典的票啦吼，无这票拢一张拢是几百块甚至上几千块吼。咱若有要去听这个合唱团唱歌吼，会当甲这个办公室来索票吼，但是可能若讨了就无吼。第3，高雄爱修会有定伫8月初7甲初8举办爱修会。今年的主题是上帝国的精兵侍奉者有黄连生牧师、詹天云牧师、曾永林牧师。地点伫嘉义的基督院。即届迄个默想的圣经是以弗所书第1章甲第6章。要参加的人就是爱。先读个识，这个费用是2000块。原住民的兄弟是半价1000块。咱教会也有补助的规定兄弟若要参加，伫6月25进前办公室来报名参加。以上。咱做伙来共讨上帝的话语。今仔日的圣经在是记载伫以弗所书第2章19节到22节。显着的时，我来读，恁来看。19节，安尼，恁无搁做外面人脚脚的，就是甲这的圣徒上国做上帝家内的人，受起做伫这的使徒甲先知的地基顶。基督耶稣家己做触角要紧的石，21节，在伫伊既若所起的拢三联合，
三联络，踮伫主内，渐渐成做圣殿。恁也踮伫伊三角受起座，成做上帝用神所徛起的厝。圣经读到这，愿上帝赐福囡仔遵行并遵谈伊话语的人。下落，咱要请妇女献歌队。最怕高弯路。
讲道这是咱要请咱的主任牧师，但建个牧师来分享信息。今仔日要分享的信息是：真做上帝厝里的人，真做上帝厝里的人。谢大家平安。感谢主吼，咱这个主日是咱洗礼主日。今日咱的教会举办第2场举办洗礼式。这帮有拢总大人甲囡仔吼，有48位要进入咱这个大家庭。因那甲今日的圣经讲的，讲因无搁做外面人做寄卡的，是甲圣徒相国，做上帝家来的人，做上帝厝内的人，就是真做上帝厝内的人。感谢主，咱会当有人会当来真做上帝厝内的人，就是有人甲因传福音，甲因引带，甲因带领。所以因甲会当真做上帝厝内人。我有咧教即个幸福大学的课程的学期。我拢会互即个学员吼，请因分享因信主的得救的见证，嘛鼓励因会当甲写起来吼。因咱每一个人会信主吼，拢一定是有因端吼，袂讲无缘无故吼。逐人拢无相像吼，有人伊是拜拜迄个背景吼，有一个学员讲，阮较早都拢迄个经庙拜拜，因嘛是厝诶，就拢有经庙总是先怎会来信主，就是无平安袂顺遂身躯袂好势就去问拢无效讲无搁有送，问无效，会使讲走投无路都去拄着伊的同学、伊的朋友吼，教会人，搁伫病院，会加某物人你应该去教会试看觅实在拢袂熟悉，但是为着无法度就去，去祈祷，伊就好甲哇足艰苦。后来人家介绍病院，我检查去麻解讲这就是什么，所以豆身躯也会当得到治疗。去教会感觉教会人足亲切，教会大家吟诗的时候，真感动。所以就较无着追求，后来就是去洗礼。有的人是迄个囡仔拄着艰苦，有时吼伫咱的即个民间的信仰内底吼，真容易就是拢会想为这囡仔先伊会袂好势，伊都读国校尔，应该去读册足正常讲无爱去读册因为其实迄个囡仔就是学校吼去用欺负，去用霸凌，拢毋敢讲人就甲讲这囡仔可能你这就是爱去互迄个三太子啦，无就去互关心嘛，去互送做囝啦，去大部分拢安尼，叫着拢去钱拢开毋过囡仔吼，你要叫伊去，大概讲着掠狂起来，囡仔就是掠狂安尼拢无法度，真正我那是走投无路后来去拄着恩典有教会人讲你有牧师祈祷啦去祈祷了，真正感谢上帝有足多改变了解这囡仔原来毋是讲伊啥物医生看拢无问题，这囡仔就是迄个去用欺负所以伊就惊也毋去这个姊妹为着这个囡仔，有时翁某就冤家对无？都足艰苦家人足感谢主来到教会了，有人替伊祈祷。一解讲大家要叫伊洗礼迄暗这有时撒旦魔鬼往来做工无对要洗礼哇！
迄也毋该伊迄囡仔起足大冲突，迄囡仔就想要跳楼。好啊，足紧张。教会人发动祈祷，伊嘛祈祷，感谢主。迄个祈祷开得诚大，情况就无去，后来这囡仔就恢复好势。所以有时要来信主，袂讲无缘无故，伊来信主，拢是拄着代志，拄着破病，拄着囡仔问题，有拄着离婚，足艰苦，来到教会，感谢上帝，有这个信仰的群体，彼此的扶持。有人因为父母对伊要求足严足悬，递到伊足大的挫折，后来伊的生活就对这个读册足大的拒绝。但是感谢主，当拄着主了，互伊的生命得到改变，所以伊就会当找到应该行的路。感谢上帝，无同款的原因来信主，拢信同一个主，服侍同一个天父，领受这个恩典。感谢上帝，咱会当成做上帝厝内人。虽然咱可能为了信主较短，有人较长，有人已经足久，出世就是伫这个信主的家庭。咱今日会当成做上帝厝内人，这就是上介大的福气。伫保罗咧讲上帝厝内人，其实这犹太人的背景，这甲华人的背景嘛足相像。假使咱的家庭，咱内底若出一个牛人，咱会感觉咱属于这个家族的人足荣光的，足荣光的。咱常常会感觉掠这个做荣光。是讲，事实上，伫咱这足重视家庭背景关系的这个文化内底若假使有甚物款的代志要拜托人，欠是要做甚物代志，特别像讲若选举到，要牵这个关系时大家就迄个牵请引切三节讲到真薄问题，大家就是迄个感觉咱就是有关系，咱若特别去外国，家己同乡的人来，家乡的人来，就感觉足亲切。其实犹太人嘛同款，所以咱若去读圣经这个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要介绍耶稣基督，不管是为耶稣基督用咧面顶去，还是为伊的祖先来到耶稣基督，拢是咧讲这个族谱。族谱就是表示讲耶稣基督伊的这个家族迄个起源、迄个起头无论是为亚当来，还是为亚伯拉罕来，这就是咧强调这个家族，因是受敬的家族。保罗用上帝家内人，还是上帝厝内人，就是既然咱相信耶稣基督人，咱无分血统、种族、皮肤的色地，咱拢是一家人，拢是伫教会，拢是兄弟姊妹咱无血统的关系，无血缘的关系，毋过咱伫耶稣基督内面，确实诚做一家人。这是一个真大的恩典，真大的奥妙，也是真大的福气。伫今日圣经至少，互咱会当知影，咱拢是得到耶稣基督的救赎，因为主耶稣家己诚做厝角头石，来起造这个教会。主耶稣通过伊十字架功劳来救赎了咱，互咱会当靠着耶稣基督的保护来甲上帝亲近。因为咱罪得到赦免，咱甲上帝和好，咱才当甲上帝亲近。感谢主，这是对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咱情是无共款所在人。现在有人伫台北，有人伫桃园，有人伫新竹，伫苗栗，伫南投，伫苗栗，伫彰化，伫云林，伫嘉义，伫台南，唔知影，为屏东来、台东来、倒位来、澎湖来，感谢主，大家拢无熟悉。毋过伫基督耶稣内面，咱就会当结连成做一体。咱拢
领受这个救赎恩典。咱这个原来是外面人，原来是甲上帝离真远的人，即马咱会当甲伊近我，咱会当成做一家人。这就是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这毋是用血统来讲。就血统来讲，像牧师原来是11个兄弟姊妹，后来细汉3个无去，大汉有8个兄弟姊妹，搁一个二兄，较少年无去。3个阿姐4个阿兄，因为服侍的关系事实上，阮一当要见一改面真少，我甲阮二兄捌9冬毋捌见过面，9冬毋捌见过面，也毋是故意的，都过年拢会转去啊。但是有人较早转去，有人较晚转去啊。迄个工作的关系，听讲你转去的时人都已经转去啊。所以要见面无简单。但是感谢上帝，咱诚做上帝厝内人，咱伫遮斗阵咧敬拜咱逐礼拜拢出席咱一年52礼拜，52礼拜会当见面52遍所以咱这个属灵的大家庭，其实咱的关系、咱的情感更较深虽然无血统的关系，毋过咱有属灵的血统，就是同属耶稣基督互咱无论是原住民、新住民，咱是迄个荷兰人、客人，倒一家来的人，感谢上帝，咱会当斗阵敬拜，这就是伫耶稣基督天内面，互咱会当三角敬拜。咱今日若去到外国的所在，咱去到倒一个所在礼拜，大家嘛是足欢迎的大家拢甲你接待甲你欢迎。咱今年教会真特殊就前半冬有为这个台湾来的教会，为嘉义来的教会，就参加咱礼拜，从明年来邀我礼拜观摩。嘛有美国来的教会的姊妹，咱嘛是爱接待，咱嘛是欢迎伊，这就是咱拢属伫耶稣基督救赎的群体，咱会当来敬拜上帝。咱共信一位天父上帝。保罗讲，借着耶稣基督咱无论是犹太外邦，咱拢两边拢合做一个，咱甲上帝合做一个，咱彼此嘛合做一个，咱拢互一个圣神感动，咱会当来到父面前，咱来称呼伊是阿爸父咱做天父上帝的囝儿，所以咱伫主的内面，咱就是兄弟姊妹。兄弟姊妹，咱是兄弟姊妹，咱无分彼此，咱就是兄弟姊妹。伫迄个第4世纪，这个罗马的皇帝叫做君士坦丁，有一届伊去到迄个意大利北边一个城，伊经过礼拜堂，伊看到礼拜堂，伊当然就是停下，拄迄个时人咧收圣餐内面有足侪信徒，当然伊就入去，伊迄当时拢那个天主教的望弥撒，伊就去跪伫即个迄个台前准备要领圣餐边仔有一个乞食伫遐咧祈祷。当然，伊的侍卫讲这个皇帝甲这个乞食跪做这成什么体统，要甲这个乞食要甲叫伊爱离开啊！迄皇帝来你乞食搁跪伫伊边仔，但是这个君士坦丁马上动的，伊伫这个所在祈祷，你袂使甲赶开大家斗阵咧背迄个主祷文的时这个皇帝甲乞食拢共款是咧，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愿你的国临到，愿你的旨意得成。咱会当想到迄个情景伊的迄个侍卫嘛，惊一条讲这个皇帝竟然
用阮一个乞者伫伊的边仔，甲伊斗阵伫遐咧用祈祷文咧祈祷。兄弟姊妹，这就是伫咱的信仰内底，咱共一个天父，咱就是伊的囝儿，咱就是兄弟姊妹。不管你是总统，你是什么人，你是皇帝，你是乞者，就是咱就是信共一个天父，咱就是共一个厝内人，毋是外口的人，毋是人客，是甲圣公同国。咱有同款的身份，咱做上帝的囝儿咱彼此有亲密的关系，所以咱就爱诚做像厝内人同款，爱常常会当互相鼓励、互相扶持、互相帮衬、互相带导。咱来教会，咱毋是迄个做人客咱。干人讲介绍伫边仔咧看应该就是毋是安尼，咱应该就是诚做主人共款。感谢主，这就是咱今日透过使徒保罗要甲恁讲，咱今日有受洗还是更新的来咱教会人，伊甲咱拢像兄弟姊妹，咱应该就爱甲因建立真亲密的关系。搁第三项就是。咱共伫即个圣殿咧敬拜，那像保罗讲你若踮伫伊三甲受起造，诚做上帝用神所徛起的厝。上帝用神所徛起的厝，咱伫遮受起造，咱到遮斗阵敬拜，咱诚做上帝神所起造的厝。上帝厝就是教会。教会应该就爱有迄个耶稣基督的香味。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躯，用万有所充满。咱教会应该就爱发出伫基督应该有的迄个款式有迄个见证。上帝是咱的爸，耶稣基督是咱的。有人讲耶稣基督是咱的大兄，咱的兄长。信徒之间就是兄弟姊妹，这个家庭应该因为有主的疼。就是有温暖、有人情味、有关怀、有鼓励，彼此有带导。这就是咱共伫即个圣殿内面，咱来起造上帝神所徛起的厝。伫早期美国有一个白人的礼拜堂，遐拢是真好嘅人。有一个黑人伊就感觉足较无好，即间的礼拜堂即。起遮水，内底看到伊的迄个管风琴走的闪真水，伊就足羡慕。伊想要入去，已经看足久啊。后来伊就提出勇气，好我要入来礼拜。但是去互招待人甲挡落，讲你是要找啥物人？遮无你要找人啊，因为你是黑人遮拢白人遮无你要找人但是，这个黑人的囡仔伊上帝予伊一个智慧，讲我有一个亲情，就是我的大兄。当然这白人就甲问讲，叫啥名？伊就讲叫做耶稣耶稣就是伊的兄长咱会看见当时的白人的教会拜铁黑人。拜铁黑人，虽然大家拢同一个上帝，毋过咱都无同一家人，咱都阮敬拜阮的，你敬拜恁的阮咧敬拜所在，你袂使来你咧敬拜所在，阮无爱去。兄弟姊妹，咱今日教会感谢上帝互咱的教会，咱伫即个所在，无论是有台语的礼拜，有华语的礼拜。咱有迄个好多人，咱有客人，当然，咱也有够足侪人，佮有迄个客语的礼拜，毋就真好，毋过咱可能就无迄个能力。咱也有英语的礼拜，有英语的人，咱嘛是真好，咱高雄市像武昌教会较有规模，因着英文的礼拜，英文的礼拜，嘛是互真侪别人听
咱的语言呢，伊会当用英语来敬拜上帝。兄弟姊妹，教会就是大家伫圣殿内面，诚做上帝厝内人，咱斗阵敬拜。逐人拢是上帝所听的囝儿。咱无论咱的身份、咱的阶级、咱的种族，咱是好嘢是善，咱外表，上帝是看内心，无咧看外表。所以感谢上帝，互咱会当诚做上帝的厝内的人进入上帝家，三甲来敬拜。牧师伫今日洗礼时，也通常会勉励兄弟姊妹，咱做上帝厝内人是真有福气的。咱咧好的手节牧师吼，咱做上帝的囝儿，咱至少嘛有8项的福气。耶和华所赐的福，互人好业，无掺忧闷伫内面。咱来到教会，咱会当领受上帝的话语来得到福气。上帝的话是咱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上帝的话互伊伫咱的心内。做一个准绳，咱知影，咱就行东行西，有上帝话，咱照伊的话去行，咱就得到福气。第二，咱伫教会内面，教会就是耶稣基督的身躯，伊用万物所充满的，所以咱听主耶稣，咱就听主耶稣基督的教会，因为教会是伊的身躯。伫教会内面所属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甲教师，为着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所以教会，咱是一个大家庭，感谢上帝。互咱的教会，咱会当逐人照伊的温数，会当伫伊的位置。有人做中职，有人做。小组长，有人伫这样服侍，有人伫那样服侍。咱教会有几10项的服侍，咱有几的这个组织机构，拢是属于耶稣基督的身躯，同一个身躯，但是照独体概念的运动伫遐咧运作。感谢上帝，咱伫咧开会了，拢有一个。侍奉者免的参会吼，咱有300几个人可能无上出席，但300几个人就是拢有伫服侍的一个事工内面。咱嘛真期待，咱伫教会内底，咱除了敬拜，咱会参加小组，咱会当有一个侍奉咱会当互耶稣基督的身躯得到起造，搁得到搁较水因为。安尼，咱来得到福气会当伫教会来得到福气。第三，咱会当永远听上帝的工人来得到福气。伫提摩太前书5章17节讲，迄个熬管理的长老就会堪得受加倍的敬奉。迄个着磨甲是咱的这个传道人，搁较是安尼。所以伫教会内面，咱来当听上帝的工人，听上帝罗卜，我相信也的确得到福气有真侪人伫因的生命内底，因会当做无共款的事奉，有人会当关心这项，有人关心彼项，但是上帝拢是透过咱所做下伫伊的心意的，上帝的确要报答咱。第四，咱会当守主日来蒙福。伫圣经内面，上帝颁的10条诫命真要紧的一条就是第4诫，就是咱应该爱守安息日。今日对咱来讲，就是爱守主日。今日是圣日，上帝定这天做圣日，互咱休一切工。上帝互咱大声休困，才开始工作，所以咱就爱透过休困，定心得到开力，互咱会当来跑走咱头前一礼拜的工作。所以咱应该就爱看这个最要紧，会当
来敬拜上帝。上帝讲伊要祝福伫安息日，上帝应允要祝福伫安息日。第五，咱伫圣经甲咱讲，咱着爱守11奉献来得到福气，因为咱若将10分的9分送入伊的府库，上帝应允伊要互咱有米粮，伊要对天顶拼天堂，拼福气，互你到无地当下，这是上帝应允，上帝应允。伫韩国，即个釜山即个水阳路教会牧师讲伊讲我确信，将所有的拢交予上帝，尽心尽力献上这财米、时间、甲身躯来侍奉上帝。上帝要千倍万倍来赏赐予你，大大祝福予伊的百姓。这是伊所经历伊的教导。第六，咱免啊得到福气，透过温群服侍主来得到福气。伫哥林多前书15章58节讲兄弟啊，恁着坚固袂摇拽，常常尽力伫主的工，因为在恁调活伫主的，拢无规日空空。恁调活伫主的，拢无规日空空。咱今日会当做伫姊妹社一个，嘛是做伫主的身躯顶。咱今日所会当做的，相信咱服主的，拢要积聚财宝伫天里。第七，咱除了服侍来蒙福，有时圣经的教导叫咱嘛着爱去真济颂扬人。伫诗篇41篇第1节甲第2节讲，咱若眷顾颂扬的人有福气。伊拄着困难的日子，耶和华要救伊，耶和华要保守伊，耶和华要互伊得到我，耶和华要互伊地面上得到享福。这就是眷顾颂扬人。伊讲藐视厝边的这人有罪，人民颂扬人这人福气。人民颂扬人就是照互耶和华，伊的好所行，耶和华要报赏伊，耶和华要献伊。这拢是咧讲咱其实毋是咱家己教业就好，咱有时着爱搁去帮助别人，特别帮助遐个需要的人。好，上尾一个就是咱帮助遐个无气力的人，无法通报答咱的，无法通行咱的，咱就有福气。伫马太福音第10章，咱的主耶稣讲人接待恁，就是接待我，接待我就是接待迄个找我来。人因为先知的名接待先知，要得到先知的赏；人因为义人接待义人，要得到义人的赏。无论什么人，因为学生的名一杯凉水，互这个细囝一个啉，我甲恁讲，这个人要得到报赏。所以咱会当去接待人，去帮助人。有时就做伫主的身躯顶。咱的主耶稣哥对遐个请来参加宴席的人讲你摆设这个，无论是中昼顿、暗顿你毋通干那请你的朋友、兄弟，甲这个亲人还是讲好野的厝边，惊了你请伊伊就得到报答你咧摆设宴席，你来请遐个送香的、破相的、摆卡的、青面的，你就福气啊！因为伊拢无法通报答你啊，伊无法通行你啊。到义人告我的时，你要得到报答。所以咱帮助人，特别帮助遐个无气力人报答你的人，比有法通报答你的人更较好因为姊妹，这就是做上帝囝儿，上帝所应允的福气。咱无论是爱上帝话、爱上帝教会、爱上帝路卜、守主日咱的守10日，咱的欢喜服侍，帮助颂扬人，咱帮助遐个软正人，上帝的确要祝福你。最后牧师搁一遍来提醒兄弟姊妹伫教会内底过去我常常讲，咱爱有迄个三焦一要。三焦是倒三焦？
咱爱亲近上帝，咱就爱有属灵的同伴，搁着爱服侍上帝。你有亲近上帝，你搁有属灵的同伴，你搁有服侍上帝，你的信仰就会坚固。若无你无咧亲近上帝，哪离哪远？你若无好的同伴你就行哪处？你若无咧服侍上帝，你就哪来哪无要无紧。我爱来就来，无爱来就无爱来。所以这个是伫咱教会内面，这是一个真重要的代志。咱就是甲长辈咱来参加咱的这个上民生活队，咱来参加这个咱的圣母学堂，这拢是咧帮助咱，互咱的做伙，咱会当结连伫主，互咱欢喜来服侍伊，但是上界要紧的一要就是讲咱爱永远会记得讲，上帝永远拢听你，上帝讲我永远听你，我永远袂弃杀你。所以最后所求圣人保惠师，就是无要放恁做无爸囝，我永远听你，我永远无弃杀你，恁会袂记我，但是我永远袂记恁。这就是咱的上帝，这就是咱做上帝的囝儿，食做上帝厝内人，咱应该爱记条条，把这个永远去条条。过来。伫咱教会内底，我有写一个教会生活的7要，7个感觉咱会当帮助咱，互咱会当过好的教会生活。头一个就是关系啦，咱伫这个所在爱有关系。有人讲即马若做这个咱已经到年老的时阵咱这个养老要安怎有人讲爱有16个迄个楼盘啦，16个楼盘，毋是讲你遐侪楼盘，毋是钱嘛是你的盘，身躯嘛你的盘，足侪是你的盘。你若有这个盘，你就是会过了足好的，过了真多姿多彩多彩多姿。咱的关系若是较济，较早中华基督教朋友讲若要带一条，伫遐做护士带一条，伊讲至少爱有9个关系，8个关系到，就是讲我有8、9个是交我较好的朋友，敢若一两个佫无法度，这个叫做关系。迄个有迄个关系佫较远倒来，过来就是咱爱参与毋是边仔看，甲我拢无关系，甲我无关系你无咧参与你就袂关心嘛，你就袂在意你就袂注意爱怎给力，这就是讲empower，爱接受训练，受造就像最近咱总会这个传统会开始要搁做迄个志工的训练，志工就是你要做志工，这嘛就爱有迄个志工证，你爱受训练咱教会要服侍，为你嘛是爱受训练咱的焦点伫耶稣基督，毋是看人。有时看人，有时人会跋倒；看人会有时家己会冷心倒退。兄弟姊妹，咱的焦点就是耶稣基督，自信看耶稣，自信看耶稣。过来就是咱毋茫会当不断我咧讲叫咱写见证的原因，得救的见证。你得救的见证会当不断有机会甲人讲。咱迄个老明清长老因爸迄个长老讲伊讲伊咧共讲见证问伫车顶伫拄着较早含老长老都拢会晓背好你有信耶稣无？无你来信耶稣我是安怎？我较早安怎？耶稣救我就讲来真简单，但是足真实。伊咧讲的见证互听感觉有影伊确实是安尼，所以咱着爱会当传福音咱得到这个救恩，别人嘛会当得到。过来，咱就是甲主结连，咱彼此爱相结连。
这个时代就是讲，迄个网络的时代，网络就是结连啦。哦，迄群组结连，啊，咱嘛会当透过这个手机啊，吼，甲人有这个结连，有人伫手机啊祈祷，你伫手机啊嘛会当甲人分享，吼。即马要甲人分享真简单，你若有一个信主的人吼，现在信主我都听见，啊，就是伊甲即个同学啊，即同学定定传即个一个圣经节啦，传一个迄个灵修的好的物件，啊，伊感觉都袂歹啊，即听了哦，看了对伊也有心有帮衬，伊顾了机会来啊，嘿，伊就是去教会吼，啊，这就是安尼来信主吼，啊，过来就是讲咱每一项拢无完全，其实咱迄个基连伫葡萄树吼，啊，若这个基吼啊未结果子，为爱甲删起，表示伫咱的生命中间有一个可能毋是讲介好的吼，未结果子的影响咱的，有时咱着爱会堪得修剪，无论是咱的个性，还是咱的咱原来家己的自我，足侪物件啊，伫这教会内面，咱伫教会生活中间，当咱会当安尼不断咧调节家己、修剪家己，啊，咱就会拿来有主的款式，咱拿会当互主用。我相信咱的教会生活会当用跟主，咱的教会生活会真多彩多姿啊！咱的教会也因为你互教会拿来有主的用米，互咱的教会因为你拿来会当扩展上帝的国度。今日是咱教会这个洗礼主日，希望咱拢诚做上帝厝内人，咱也会当珍惜来听主的教诲，三甲来服侍主，三甲来为主做见证，来扩大主的国度，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早起，阮伫你的圣殿敬拜。主啊，阮是敬拜同一位天父，阮是拢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阮会当三甲敬拜。这是你的恩典，这是你的经传，这是你的疼痛，阮着感谢。总是主，互阮若会当因为这个救恩来得到快乐，这个救恩来得到福气。主啊，阮永远会当成做你好的器具，互阮会当常常亲近你。阮有真侪属灵的好的同伴，阮热心来敬拜你、服侍你。阮也会当彼此相结连，也甲你相结连。至到阮会当结果子侪侪，互教会得到宽阔。主啊，愿你祝福你的教会，也祝福兄弟姊妹，透过因的信仰，祝福到因的家庭，祝福因所接触的人，拢因的因来得到福气。感谢你，学了你，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要来唱回应诗575首，请咱起立来吟全首。来听你讲，错我用情。
救赎前行无期放纵，高贵看呀，虚实观色，积极是让的主。我跟救主的荣耀所，断了相就是了我，我们坚信带你靠我，你关系我千秋。讲到咱请陈牧师，也即咱为着今日要领洗入教会，即上帝会建立咱为着因祈祷，互因会当紧紧适应伫教会生活，也会当欢喜诚做门徒，诚做上帝所用的器具来兴起主的教会。咱也特别为着伫6月底要去泰国地选的团队的备班一起来祈祷。为着下晡伫咱的敬拜中心要上任的潘志豪牧师伊伫敬圣团契加加事工，求上帝祝福伊。嘛为着牧师来祈祷，但牧师甲牧师娘伫后礼拜拜二去有要到伫迄个温哥华有3礼拜休困请咱代祷。咱也为着咱教会即个细囝拢学期也要结束，后人要升学考试，还是期末考试，拢为着因祈祷。为着咱联络的集体三体祈祷，感谢主，上南兄弟已经手术顺利，已经倒转来厝静养，求上帝祝福。继续为着科里鲜血，还是施清文的化疗祈祷，其他联络的集体长辈，咱拢三体祈祷。也即咱有甚物款的祈祷，带来到主的面前，也记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你所定着生的主日，祝阮伫你的殿中敬拜。所以，阮伫殿中来领受你的话语，知影阮是上帝你厝内人，阮起坐伫耶稣基督出甲头的手，使徒先知的根基，互阮会当伫圣神当敬拜上帝，会当成做上帝你的神徛起的厝。所以，愿你知影，阮就是你的囝儿。阮当代志，阮就是祈祷。主啊，阮就是兄弟姊妹，阮就是三体祈祷。主啊，阮多谢你，有遮侪厝内人家天伫天顶要欢喜。主啊，阮也充满感恩，充满欢喜，互阮会当欢喜接纳因，下昼有即个新家人拍天，互会当紧紧落雨伫小组。会当过教会生活，会当伫教会来蒙福。虽然说，阮也为着泰国要地选的团队，因的备班，求上帝你祝福。主啊，你也甲你的乐国同在，毋茫有一个休困，定心得到归力，会当继续跑走头前的道路。主啊，也为着阮中间软正的肢体，特别恳求你施恩。主啊，你的保护力卡。你大关人的手骨，伊伫个溃烂田的身躯顶，互因的病得到医好，互因的艰苦得到脱离。虽然说，阮也为着这细囝来恳求你，主啊，互因会当伫学期要结束，无论是要升学、期末考试，阮有聪明有智慧，互因会当拢得到上帝的恩典。主，感谢你，天父，阮感谢你，互阮伫洗礼主日迎子。48位的大人囡仔来这个大家庭，阮的心充满感谢，充满欢喜。主啊，愿你祝福，互因会当成做伫教会内面上帝所重用的器具，若因得到福气，互因会当因的因，互别人得到福气。
主啊，阮有新家人 party， 互因会当透过这个更加了解教会，会当适应伫教会，会当伫小组来牧养，伫门徒的训练来成长。主啊，佫会当参与伫教会服侍。主啊，阮将因拢仰望你。主啊，感谢你，互阮的教会会当成做传福音的教会、宣教教会，会当祝福人的教会。祝福伫6月底有泰国的底选队，保守因一切备办，拢会当顺利。主耶稣，感谢你。主啊，阮也为着阮这个细囝要学期尾的考试，还是升学的考试，你拢同在，互因我靠你得到主的恩典，透过因为着要荣耀上帝，所有的认真拍拼，有得到果效。主啊，愿你互你的百姓拢会当经历你。主，阮将软弱的肢体也交代你，愿你看顾，愿你保守，互有病痛的得到医好，软弱的得到勇壮，长辈也会当得到好的看顾。主啊，你的罗卜也有3礼拜的休困，求你也看顾保守，无论伫什么所在，拢有主你的同在。求你也看顾正向的姊妹，互阮无论是出无论入，拢得到福气。主啊，感谢你伫主日互阮敬拜，也拜咧阮的祈祷，愿你感纳，也愿你祝福。感谢祈祷，亏耶稣的名。阿门。请坐，这是咱要请执事来受奉献。请这起立来敬奉演诗。天父，愿感谢你，伫你有丰盛的祝福，互阮日常生活拢无欠缺。当阮欢喜按家己的心意来奉献，当阮献上淡薄的金银，要互你，嘛要做教会的路用。愿主你欢喜阮所献的，为得诚做芳芳的祭。当阮全心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祝福切恳。请陈牧师，等恁平安去，恁无搁做外面人寄卡的，是甲圣徒上国做上帝厝内人，
会当伫伊的圣殿三甲受起造，成做上帝用神所徛起的厝，会当为主做见证，互人因为恁来得到福气。那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对支持到永世代无尽。阿门。闭会灭道散会。